Hello，今日喺君悦揾到套超筍嘅筍盤啊，133平方，12000嘅單價咋？陽台南向啊，係望小區嘅中心園林啊，仲可以望到一丟丟嘅江景添。隔離就係一個小高層，呢套單位位置確實唔錯啊，但裝修實在係唔掂水啊，你只可以當毛坯房咁用。客廳開間4.3米啊，喺呢個戶型嚟講算係好闊落㗎啦。過嚟有2間房啊，先睇下朝南嘅主人房，有成24個平方啊，連埋獨立衛生間，空間感十足啊。君悦呢個小區嘅教育配套真係要講一句落足料啊！學校質量唔使多講，公認嘅好，而且周邊各種培訓機構林立，課外提升都非常方便啊，完全唔使煩啊！出嚟過到嚟飯廳呢邊啊，仲有一個小朋友房，係睇景觀園林嘅。總結嚟講，呢套133平3房就勝在景觀同戶型。單位要翻新重裝啊，但你諗深一層，你其實係用緊毛坯價去買一個靚地段嘅單位，計落真係唔錯。機會難得，如果心水啱嘅，記得評論區留言喎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